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就连进前的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学者是认为，就算有特赦，依法也未包含庭审的死案件。台电总经理今去到桃园区营业处推动专案巡检，想要到罗德区伫咧下晡点半，搁再失电量探出的出问题，甲起来有上万户受影响。10年前，高雄细楼嫌犯台视查某老师，互依照强盗杀人、强制性交判死刑误解，但是经审审认为证据不足，该判无期徒刑。台电总经理王耀典今早起呢，亲身去到桃园区营业处推动专案巡检，希望会当降低这桃园地区失电的事故。想未到罗德区伫下晡点半呢，搁再失电，影响到11000多户。也若这龙潭是说咧出问题，有2300多户享用无电。桃园半个月以来，停电已经有到20届，引起大家的关注。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初时早起去台电桃园区营业处，宣布会推动专案巡检计划，全力加强检视线路、甲重点设备，而且启动下区支援的计划。这一次启动这个专案计划呢，是预计这4个区处的40位同仁在桃园地区支援1个月。那1个月之后呢，我们看看这个工作的状况，有需要的话，我们会需要再做一些延长的工作。台电安省卫新北、新竹、甲苗栗等等的所在，拢总4个区处调派区处人力支援，拢总投入180个人。想要到路到下晡点半的时阵，佫传出大停电，包括营盘里、外窑里拢传出有失电，影响11545户。69 kV 的输电线，那它是遭民间的升空车碰触，造成整个线路的断裂，停了大概11545户，那在14点22分全数复电。今天的事情来看，应该算是一个偶发事件。不过，针对最近的这个新闻事件来讲，我觉得可能台电跟相关的部门还是要去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平民老百姓的权益。不过，路条才打恢复供电，所来龙潭嘛传出失电的消息，有2389户向停电。台电解释讲，是因为开关故障，已经派人去修理。也若找人下晡，桃园市的大园甲路条，嘛因为航空社通报商施工，甲电管又长期地区停电，影响257户。民众讲，迄当阵听到一声真大声，是惊一跳。昨天他就4点半的时候就嘣一声很大声呐，我们就出来看，以为是那个车祸啊，结果说。要求他那个工程车那个载东西来出去的时候勾到那个电线，我们就是都没电啊，大家都没电也没网络。桃园这个月停了10几20次的电，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多了？如果说了当然啦，会影响很多。为着避免搁停电，台电桃园区营业处找了暗时嘛顺时配电的设备、安各种的指示器，还有确认供电设备安挂线检测。台电强调讲，每半年拢会检查运转设备一届。记者综合报道。在10年前，高雄有一个查甫老师呢去互细楼的嫌犯抢劫，本地是要甲这查甫老师抢轿车，说抢无成，查甫老师的头壳互伊含骨肉的不幸来过往。这个嫌犯进前5届拢互判死刑，不过今仔日金死刑宣判，合议庭认为这抢的金价证据不足，而且也袂当排除这嫌犯有改善的可能性，对这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半夜，我女儿发狂。想到这10年来悲痛，家属是真艰苦。这个害家己家破人亡姓刘的查甫人，算是逃过死刑，互往生家因翁婿真好接受。约2000元，都是大约数，不是正好2000。最高法院，我说最高院院就是说，他一定要证明正好2000。2014年12月初，高雄一个捌得到苏达奖退休的查某老师，去有一个姓刘的嫌犯抢劫，要抢伊的车，趁一个查某老师上车了后，用钢推讲伊的头壳。不过因为车抢无过手，嫌犯佫攻击这个查某老师几届，致使伊不幸过往，而且佫把这个老师分数顶的钱摕走，涉嫌犯强盗杀人、强制性交等罪，为1审到经3审5届互判死刑。到经4审合议庭所认为讲，互抢去的这2000块，欠缺其他积极的证据，嘛无法度完全肯定这个嫌犯无教化的可能，该判无期徒刑，终身剔除公权。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罪情节最重大之罪，不得科处死刑。那本院合议庭认为，被告的犯罪情节并不符合所谓最重大之罪，那
所以因此不能判处死刑。本案显然高等法院的法官在挑战一般民众对法律的法感情及公平正义的认知。这个嫌犯涉嫌犯强制性交罪，因为一审无上诉，专案定刑。也若强盗杀人的部分也有当上诉，家属强调讲一定会上诉到底，要替往生者讨公道，或这个嫌犯面对伊应当受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福水街有一栋社区大楼，18楼有一户呢，昨昏半暝啊熊熊大火烧，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甲吊伫内面54岁老爸救出来，也过一个10岁查某囡仔也甲救出来。不过这2个人送到病院了后游园过往，这导火原因阁需要调查。公寓大楼8楼大火，乌烟阁一直窜出来，警车赶到现场拍火救人。快点，不要围观！火实在伤猛，掉伫内底民众赶紧到窗仔下手化救人。初7半暝1点外，台中市西屯区的福水街，这栋16楼的公寓大楼熊熊大火，住伫咧8楼的姓尤一家伙仔当咧困，煞去互乌烟砸到精神，老母大声走出来，救援人员后来甲13岁后生嘛救出来。不过54岁的老爸和10岁查某囡仔，互人救出来时阵就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同一层楼8楼的浴室里找到了一男一女，是家人的关系。有2位病患呢送到我们台中荣总，1位女童到院前死亡，1位男童有吸入性肺灼伤。经过急救了后，13岁后生手甲脚趾片去烫着伤，已经脱离危险。不过老爸甲查某囝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倒来。初8天光，火调人员去采证，家属嘛登去到现场。当地里长表示，导火的所在哪像是伫客厅。我问他说：“恁刀是安怎？”伊讲他火是在电视机那边烧起来的，电视机烧起来的，这个可能就是电线走火。里长表示，目前除了协助家属，嘛甲公所做伙互即口罩相关的补助。另外，有受到火灾影响的10户，嘛拢已经协助安置。导火原因就该进一步调查。记者台中报道。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落任进前会特赦前总统陈水扁。总统府今表示，目前的立场是确保陈水扁的健康，而且依照法规来办理。学者分析讲，就算陈水扁互人特赦，依法也袂包括天性的死案件。传出总统蔡英文伫5日空下任进前，可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护方提起回应，希望确保陈水扁健康照顾依法规办理。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仍是希望能确保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我们目前都完全没有接收到任何讯息。法务部表示，无来自府院的有关消息，不过甲特赦有关的业务拢在处理。有关的保华手机的陈水扁暂时无相关回应，不过拄好早起伊伫社群发文，无烦恼调查野大，相信台湾人民是政府上大的靠山，也有伫总统府头前比爱心的合唱相片引起联想。请先向国人说明清楚，到底陈水扁前总统他的相关的罪行是不是已经承认？以及他相关的在审理中的案件，是不是应该先做3审定验，而不是一纸特赦就可以一笔带过？我们没有任何的讯息，这也不是国会的权限。我们尊重总统的职权。你要卸任了，你才要提这些，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到底原因何在？应该要把台湾人民讲清楚。陈水扁因为龙潭买地8案、南港展览馆贪污案、陈炳坤买官贪污案2次禁改、关台变腐化等4案，共判20年定案。国务机要费案，因为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国计法修法，将国务机要费除罪。陈水扁2022年被判免诉，有案有4案也未升格。前总统府公文案、陈炳坤买官洗钱案，台北地院裁定庭审2次禁改，国台变细化案、高速规整案，高院裁定庭审。而且分析，就算陈水扁得到特赦，依法也无包括庭审中的4案。特赦的话，原则上面来讲，基本上是免除其行为原则。例外的状况，你也可以免除他的罪。
就是说他不只是不用执行，连他的罪我们都把他宣告这是免除的。那如果没有宣告这罪行的话，看起来并没有在我们赦免法的这一个标的里面。但最近5月15日才拄通过第38摆延长保护周期，伊是伫2015年因为破病核准保护周期到达。当年台中监察要求陈水扁不上台、不演讲、不接受访问，甲不把政治的事务原则。也毋过2016年开始，陈水扁就一直有违反事务原则的情况，包括出席嘉达橄榄基金会感恩餐会，2018年参加陈志忠选举员的造势也上台。接受认为，产经新闻专访2019年透过面册，信用科部记龙雅皮听立委候选人今年5月初2，陈志忠因为洗钱案被判1年留家，陈水扁就把去开刀替后生请愿。9月18，佮到东吴大学演讲，蔡总统敢是会伫卸任进程特赦陈水扁，外界高度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徐卡心也讲，外交部甲一间卫生科技院签美金1000万的秘密合约，或者资金外逃追查。外交部今去到台北地检署告徐卡心涉漏国防以外秘密罪。不过昨暗徐卡心就先伫咧面册顶头呛声，讲这外交部若做去告，就代表家己讲的全部对，伊会继续压落去。外交部台法司副司长柯碧玉初7早起去台北地检署告国民党立委徐卡心涉嫌犯刑法第132条第1项的涉漏国防以外秘密罪。因为顶一日徐卡心公布一份外交部甲捷克卫生科技院签订1000万美金援助乌克兰的合约，至于外交部并无说明安怎招标。不过外交部讲徐卡心涉密在先，违法事实明确。徐巧芯委员身为立法委员，却知法犯法、玩法弄法。将这个公务机密公诸于媒体面前。徐卡心初6暗时就先伫人面前反击，讲外交部先批评伊造假了后，佫提告，等于是证明伊的讲法是真实的。抑佫讲绝对袂向执政党来落软，会继续甲代志拢压出来。有国民党立委批评讲，外交部上提告来恐吓民意代表。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讲，有些机密的文件无适合对外公开。外交部是拿人民纳税人的钱去告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用提告来恐吓民意代表，要立法委员晋升。写着机密文件的文件真的不适合，就是直接拿出来对外公开。的确是有违法之嫌。徐卡心还佫质疑讲，只要是民进党政府无想要互发现的代志，就会用秘密文件来暗砍，互政府变做无法度受到监督。外交部反击，伫签署合作备忘录了后，有新闻立法院被查，批评徐卡心是伫造谣。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位国小老师3月互人本基金会含骨肉慰劳家长指控，讲这名老师呢会当面甲学生洗面，甚至出手拍人。上课期间，学生囡仔要啉茶去便所，拢爱互处罚，造成囡仔压力。今日教育局完成调查，确认老师有霸凌学生的行为，要求学校遂甲这位老师解除聘请。打那边是哪里？眼睛。囡仔用红仔来示范老师安怎共拍。高雄有一间国校2年的导师，3月份去予日本基金会，还有几个家长联署指控，这个老师长期以言语甲学生霸凌，嘛会甲学生拍。初7教育局完成调查，确认霸凌成立，会要求学校调开到评会改评。老师有构成的校园霸凌防治准则的教师解聘要件，会要求校方依照教师法的相关规定，经过教评会的审议。予解聘1到4年不得聘任。除了改评，教育局嘛要求学校加强老师正向的管理，避免发生类似的事件。因为根据家长的反映，这个老师唔但会甲学生骂、甲学生拍，甚至禁止学生上课啉茶，或者是去便所。有的学生都因为安尼放伫裤底，还佫叫老师公开踢球，不当管教，还佫致使学生出现糟心、甲压力等等的症状。家长要求孩子要做相关的心理辅导，包括我们学校的专任辅导老师跟高雄市政府的学资中心也对孩子的这个部分有进行一些辅导。在目前我们是没有发现有太多的状况，受害的孩子有那么多的身心反应，所以像问题的关键还是回到学校的教评会，他到底会不会遵照霸凌调查小组的建议解聘？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主动解聘。学校讲已经有收到公文，后礼拜2会调开教评会来审议，因为家长嘛捌要求学校应该就管理不当的部分来负责。学校说明讲，教育局若是确认学校有疏失，学校内部嘛会家己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
常常听人讲，这有心的人叫做大心大命，也若这关心的话，咱就加减爱听。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婴儿伫腹肚内面，互老母传染到李氏特菌症的个案，是一个有薪34礼拜妇人人，因为伊发烧、人肾抖抖、腹肚疼去互医生看，才发现讲这腹肚内面的囡仔出状况，随来破腹生囝。这母囝出世了后呢，拢有检出着这李氏特菌症。而且呢，经过调查，才有可能是这老母青食菜色水果传染互腹肚内面的婴儿。有薪期间饮食一定要细致。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新生儿母囝直接传染李氏特菌症，个案是一个40外岁，带开34礼拜女性，因为发烧、人肾腰疼就医，后来因为胎心音无正常，胎儿破气，紧急破腹生产。查某婴出世了，活动力无够，母囝检验了后拢确诊，研判是母囝直接传染。经过疫调了后，发现讲老母的感染源可能是食到菜色沙拉。这一位这个妈妈她有使用这个生菜沙拉，那也有使用这个已经切好的，就是不是马上切的这个水果，这些都是以往可能会造成李氏特菌感染的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食品。加在治疗了，母囝拢康复出院。疾管署讲，李氏特菌症是台湾第4类法定传染病，主要是因为食到垃圾的物件来感染，潜伏期会到3礼拜，有发烧、走腹、心绞、落吐等症头。免疫力较歹的，可能会引起侵蚀性感染，致使白血症甲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有2成的致死率。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那受到李氏特菌感染之后，也可能会发生的是像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这些比较严重的侵袭性的症状。那没有经过妥善治疗的话，可能致死率可以高达2成。疾管署提醒讲，李氏特菌会当伫冰箱冷藏4度C的环境下来成长，需要家里到72度C以上才会当甲杀死。目前并无疫苗会当预防，所以呼吁有心的妇女爱维持手的卫生。避免食着肉类加工品、菜尾、沙西米、甲菜色沙拉等，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对抗这流行病，上该接做就是爱挂喙암，也个接洗手。来讲到这肠仔病毒疫情继续在咧加悬，根据统计，台南今年到今特别有上百个班级停课咯。即马这学校也拢有加强宣导。虽然今年重症病例也无讲介济，不过就医生提醒讲，每3年到5年之间呢，就会大流行一届，呼吁乡亲就爱接洗手，预防传染病。今仔对放甲影片学洗手流程，买手才去洗手台啊，实际做演练。顶个月中旬，台南这间幼儿园，捌因为肠仔病毒停课，嘛有济国小参托婴中心陆续传出有人去感染到。经过疾管署统计，台南到今累计88班停止上课，那高雄这阵也有41班咧停课。今仔1礼拜过后，才搁转来，学校加强宣导，兼各规家做预防，就惊病毒拖甲规世界。害怕肠病毒来，最后常洗手。开学到即嘛较大一班不停课，家长有甲老师甲通报讲，已经有几个老师嘛，警觉到超过这3个病例啊假日咱就随通知所有家长，拜就莫来上课，所以都无迄个交叉感染的问题。老师打扫工作都是用1000ppm 的漂白水做消毒换气。对，然后那个凌晨3、4点的话，我们都有紫外线消毒灯。今年全台肠仔病毒病例数是10冬来上济，台南就超过5000人送急诊。虽然典型镜头会出现嘴破空、甲身躯起浸膜，也不过医生指出有30%敢若出现脑疼、伫临床顶悬，真歹分别。加上若为着病毒的前2天，就会甲人会地输家真歹预防。都会来告诫大家要小心，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除了我们常见的手口足、疱疹性峡炎或是脑干脑炎，另外就是如果你发现小朋友好像疑似感冒，那突然间手脚无力，那可能就是要注意是不是第68这种要求。南市的话有5659人次，较去年同期3769人次增加了48.6%。那无论是成人小孩都有感染的风险。今年肠仔病毒的重症病例无真济，不过医生嘛是呼吁乡亲爱细致，因为每3至5天就会大流行，民众接洗手做好清洁才是预防的关键。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
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耶，前日宣布同意埃及甲卡达所提出的停火协议了后，10月9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又还下令对巴勒斯坦的拉法发动军事攻击，上无有19名的民众死亡。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当天暗时呢，就出现几多千人上街头示威，因要求纳坦雅胡赶紧停战，和人质会当转来。纳坦雅胡表示会派代表去到开罗参加协商的会议。为了闪过以色列的战火，巴勒斯坦的难民7个月前带规家伙仔走去拉法，找到这一天，心情就亲像世上温暖，为期待变作失望。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宣布同意埃及甲卡达两国提出停火协议了后，民众就是苦难总算结束，欢头喜面去街仔路拍扑啊，还有负责人跪伫土骹感谢天公伯啊。不过欢喜才几啊点钟尔，以色列的炮弹就拍入来拉法的东部，一暗至少夺走19条人命，而且还包括这个7个月大的红婴仔。What has he done to deserve this? 以色列攻击的理由是哈马斯的火箭炮要伫个克瑞沙路关口造成4个以色列军方的士兵死亡。以色列军方还佫派战车伫拉法阻击，而且伫车路向拉法空投传单，要求拉法东部10万的百姓疏散去附近甲尤尼斯、甲马瓦西的布棚区。حسب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حسب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الله يتقم منهم。 另外一方面，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的消息传出来了后，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的街仔路出现几啊千人示威游行，要求总理纳坦雅胡停战，让人质会当回去处理。End this war, save all the hostages, end this horror, and bring our loved ones back home. Bring my son back home. A democratic leader in time of war, the people have to trust you. They have to trust you to be leading them for their interests. And I guess what this demonstration tonight tells you is that ther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Israel's population who aren't sure that their leader is leading them in their interests or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hostages, that he has hi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at heart. 美国拜登政府是再三明确向纳坦雅胡表示，拉法是红线，无希望看到拉法出现大规模的地面战。纳坦雅胡前日这一天出席犹太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时阵，嘛则对这点做出明确的回应。Even if Israel is forced to stand alone, we will stand alon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ike our enemies powerfully until victor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菲律宾顶礼拜指控中国海警船故意去攻击菲律宾的船只，而且这4月到5月也是这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时间。这礼拜演习的区域就是伫咧卢桑岛北部，非常接近南海和巴士海峡，这时间和地点会拢变甲正敏感。大口径的榴弹炮向海面进行射击，沿着海保部署的步兵也以反战车飞弹等武器，模拟攻击为海面来袭的敌军登陆船舰。甲美国有协防条约的菲律宾，这礼拜的演习项目是反登陆架多数夺回。为4月初到5月初早，美菲两国进行一连串的海军演习，包括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加入无同阶段的操演项目。虽然顶礼拜传出中国海警船以大江水攻击菲律宾船只的事件，当拄着演习期间，南海局势看起来是渐渐啊紧张，也毋过毋奈菲律宾当局强调，有缘会甲中国保持外交沟通。参演的美军也指出，演习无针对第三国。The objective is just to further support the Philippine Marine Corps' archipelagic coastal defense concept. We have a platoon of Philippine Marines here with us that our U.S. Marines are training alongside. 另外一边的对立情势更加紧张，地点是朝鲜半岛西边的黄海海峡。一只澳洲海军直升机伫国际海峡顶面，和中国派出战机拦截。澳洲指控中国战机伫澳洲直升机的飞行路线头前放有危险性的热咸弹。好在在澳洲直升机紧急闪避，人甲直升机平安。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were going about their job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but also in international skies.
to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sanctions that they have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澳洲已经透过外交等各种管道向中国表达强烈抗议，也毋过中国是反抗澳洲借机会惹事，以执行联合国任务为名，逼近中国领空，引起中国反制。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5年搁再访问澳洲，昨是伫咧法国举办这3方会谈。法国和欧盟有讲到乌克兰韩部一个议题，要甲习近平压落去。那中法会谈是搁再讲到台海乌克兰的问题，双方伫奥运期间的休战倡议要达成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甲总统马克宏握手问好。习近平尾下就甲马克宏也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中法欧3方领导人会晤。Comme convenu, je vous propose d'aborder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relations euro-chinoises, ce qui nous permettra d'évoquer les sujets commerciaux, d'accès au marché, de conditions de concurrence équitables.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马克宏甲冯德莱恩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有经贸公平竞争的问题，对习近平施加压力，希望中国会当减少对因家己企业的补贴。习近平是回应讲，无论是对比较优势，也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拢无中国产能伤过多的问题。In addition, both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especially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very turbulent environment, be it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East, or in East Asia. 伫尾下的中法双边会谈，双方的重点也是放伫咧俄战争、中东冲突，一个台海紧张局势。习近平伫咧会后的联合声明，呼吁唔通照着俄战争抹黑中国。马克宏是提出对东亚危机的担心，双方也对巴黎奥运期间休战倡议达成共识。中国愿同法方一道，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Nous respectons les liens anciens qui unissent la Chine et la Russie, ainsi que les efforts qui ont été déployés pendant des décennies pour stabiliser cette relation. Au vu de cette histoire complexe, nous accueillons favorablement les engagements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à s'abstenir de vendre toute arme ou toute aide à Moscou et à contrôler strictement l'exportation des biens à double usage. 习近平伫咧咱5年了，再一遍访问欧洲，未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加匈牙利。一般认为，中国领导人敢若无做出重大让步。虽然习近平看起来敢若是有接受欧洲方面对贸易实行的担心，不过说落来是毋是采取实际行动，也搁来观察。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2020总统就职典礼上介重要就是唱国歌的时阵，会有 CH-47运输直升机吊大排国旗飞过主席台。陆军航特部也出动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彭斯枪直升机、乌鹰直升机等等。那海军头一届派出 S704反舰直升机，海军陆军做伙合作，12架军机做一届飞过，展现国军坚强的战力。代表上强阿帕奇直升机伫头前带领，超过100架直升机对伫后壁。520总统就职典礼就伫要到啊！陆军航特部初一进行全标的仪演，甲演过真无共款。即个还有海军主力战机来助阵，海军3架 S704反舰直升机押后出场，平常时负责反舰甲搜救的任务。即个头一届加入3游击队，陆海联手，向民众展示国军坚强的战力。地面小队甲时间的招标，用真紧的速度甲国旗挂好，带来 CH-47原地升空，顺利甲18公尺长、12公尺宽的国旗展开。2架乌鹰直升机做护卫机，组成国旗机队。国旗机队甲旋翼机队伫空中汇合，是即届真大重点。每一个机队之间拢要保持200公尺精准的距离，考验飞官驾驶的技术。拢总有12架直升机，会伫大家唱国歌的时阵飞过主席台，互国旗伫空中飘扬。2小队的相对速度仅有4海里，结合各的过程当中，
每个机型前后距离都必须保持在200公尺的精准距离，这都考验着空勤教官熟稔的飞行操作能力以及精准的时间掌控。记者综合报道。5月20日，总统、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全部到2礼拜，最近有真侪表演节目开始伫咧彩排。台湾戏剧学院、台湾特技团和9天民俗技艺团合作的祈求吉庆欢喜台湾表演，这拜至伫咧国防大学进行彩排。总导演表示，表演的内容有包含着台湾的传统戏剧、文化、特技甲实践歌曲，希望利用各种元素来结合，展现着传统文化新的模样。结合歌戏、客戏、京戏、战鼓甲特技，这是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顶看会到的祈求吉庆欢喜台湾表演。台湾戏剧学院、台湾特技团和9天民俗技艺团合作，总共184个人参与演出。拜二伫国防大学进行彩排。总导演表示，这届表演利用众神做主题，除了要庆祝新的总统、副总统上任，也是对台湾的一款祝福。因为最近天灾频繁，对，那我们刚好运用戏曲的神仙们，然后下凡来到就是台湾，然后保护这块台湾宝岛，来保佑台湾人民能够天佑台湾。台湾戏剧学院培养侪传统表演艺术的人才，参与这届演出的学生，拢感觉真荣幸，通和无共学系团体做伙表演。其中负责特技表演的学生表示，因为着这届表演，逐工上无练3点钟，也较注心伫互相耍位的部分，确保动作做了有正确。最少每天3个小时，因为场地又很大，人数又很多，所以我们的准备比较多是像走位啊，比如说会有交叉这种队形，然后有翻跟斗的很容易撞到，所以我们会对这种东西很注重。总导演表示，这摆表演除了庆祝就职典礼，也希望透过传统戏剧、战鼓、特技甲现代音乐的结合，让台湾人甚至是全世界看到传统文化新的模样。民主前行，共之台湾。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主计总处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到 1.95%， 无超过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若准甲这过年因素掠过，是这9个月以来上届嘅纪录。另外，17项重要民生物资也是这4年来头一届落嘅。师傅当咧剁拄啊烘好的土鸡仔肉，边仔的人是无用咧炒菜煎2包便当，不止啊无用。即间伫台北市有3间有分店，互真侪民众介意的便当店，因为原物料成本悬，加上电费起价，互业者的压力真沉重。因为包括平常时上食电的冷藏冰厨，还佫有只要开店都要运转的电风冷气、电器设备，滴滴拢爱钱。只有广告讲要按5月13起调整部分项目的价销5块到10块。薪资还有一些电价。这个其实算我们成本的话，大概都增加了20-30%左右。那当然少外食了，都自己煮吃。原本外界忧心4月起电费可能会互物价搁较起，不过按主计总处所公布的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1.95%， 突破2%的通膨警戒线，若排除过年的因素，创下9个月来上低的纪录。另外，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嘛是4年来头一届落价。主计总处表示讲，虽然国内电费伫4月平均调起11%，不过伫家庭用电敢若起4.48%，电动式部分医疗因素挂后大起13.94%。另外两品因为去年价销较悬，今年价销落将近2成，肉类起价幅度嘛变小，在拢互 CPI 冲悬的幅度变零。油价的稳定机制下，我们国内的油耗费没有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肉类跟外食费因为是去年基数比较高。所以使得这都是 CPI 会往下的原因。因为5月物价的状况，主计总处分析讲，4月下旬天气较无稳，若照过去农业部批发价来看，菜市起价幅度应该会变大，致使 CPI 起价幅度小可冲悬。有个5月 CPI 起价幅度有可能冲到2%以上，而且电费拄啊起价，后续的影响程度搁咧观察。不过整体来看 ，CPI 也是慢慢在收缩中。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有嫌犯伫网络顶头拍广告，讲因有伫咧卖假身份证甲驾照等等，那总有人甲配着交互中国迄边制作，一张证件会当卖到上万块，甚至用这假的证件去申请共享轿车、奥多拜一款的会员，则利用安尼生来趁钱。检方也依照盗用公印文罪嫌，甲伫咧台湾的7个嫌犯起诉。出来顶柜搜索去年底这波行动，渐渐破获两华合作的伪证集团，专案测试症结，检方以涉嫌盗用公印文罪嫌起诉在台7名被告。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追查流向，以净化选前治安。专案去年底查获，当时选情敏感时刻，警方把怀疑方用来选举犯罪，以反渗透法定罪嫌移送。不过检方认定无证据当证明，颠倒涉案内3号被告就着体育群游客员交互对方人士负责制作，甚至也搁盗用公印文，冤脑筋也当着驾照，用假证件注册 Airton 会员，将共享汽机车口座伫社群转卖协议。都设计的一个防伪的标志就是实体的驾照，上传那个共享机车的部分，就是业者那边要去做查证。盗假假证件好用来做歹代志，官方设计加入辨别措施，伫指环顶的下面照防伪标签随浮现，不过过去有有创关成功的案例。加啦！伊讲透过网络买到假的居留证甲身份证，不过雇主骗用无怀疑，也把发现线顶冒名申请信用卡，顺利续卡头路。这摆犯罪集团佫卡出伫咱国民众的外涉雇主，名甲身份证字号会当对象互真假真歹辨，难度增加。可能会有漏洞的地方，就比如说各地乡镇县区公所这些比较小的，也是公家单位的地方，那在治安的防护就比较不够，比较薄弱。面对假的身份证累积无回应，会当为官网查询较真，也毋过自安全加提醒，为公部门、中小企业自安意识尤愿爱加强，也爱防告知外泄。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一个小姐呢，对你行团去到平湖佚佗，去到小港机场才发现讲这机票名互人拍唔对，说着爱家己开钱来改。说因为这个改机票去牵着时间，赶要上飞轮机，伊是跋倒。立明航空即马也出面来回实的。卡手因为摔倒出现乌青，屏东潘小姐找透早7点车去小港机场，要坐8点的飞轮机去平湖。现场所发现登机证的名互立英航空拍唔对字，柜台要求伊拿188块改票，一直到登机进前5分钟才改好票，互伊为着赶去挂行李摔倒。是呼叫我啊，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要跟他讲说不要再叫了？因为这样子会造成我在挂行李那个人也很焦虑，我也很焦虑，所以我就冲。所以才产生我这样子的受伤。第一天整个是肿的，看不出来；第二天才整个都淤青。乌青过6天还是真明显，唔拿骹手拢是伤，肉块嘛摔歹去，都因为行李名唔对，无法度领行李。还是错啊！好，那错的话，你到挂行李的时候还是错，到澎湖的时候也不能领。律师表示，若因为航空业者疏失，印唔对名，产生的改票费用，还是耽误着行程，业者应该负赔偿的责任。但跋倒受伤，恐惊得爱由法院来认定。时间紧迫而跌倒，这部分可能因果关系会比较薄弱一点。到底是不是航空公司导致的，或者是说，这个跌倒的事情跟本件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个部分还是要由法院这个审理。连线的疏失加上受伤出游，让潘小姐感受真歹。立英航空表示，核对行李收据才放行是机场作业要求，但嘛承认拍唔对名是内部作业疏失，已经联络旅客退改票的费用。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高雄报道。台中市机关表示，台中市内去年脚踏车的死伤事故有3000多人，6都内面上严重。调民众表示，伫咧市区内面骑脚踏车呢，就爱含这个车路顶头的轿车、奥多拜3钱。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就建议，台中会当甲车路做整体改善，重新规划。较偏度一个，就会当借着优摆个，这已经是台中市民的日常生活。不过，若要讲到伫市区一般车路骑车的经验，真侪民众讲，这实在是提心吊胆。会很害怕，对啊，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骑去人行道上面，因为就是怕跟摩托车会太靠近。自己的小孩的话，我就几乎不让他骑在就是有一般马路上，就是有专用道的才会让他骑。民众讲，若脚踏车道会较安心，不过唔是逐位拢有，大部分拢是爱骑伫一般的车路，所以直直发生意外。去年5月第5车着查某学生骑铁马，和后壁游览车去划着。今年3月嘛有公车和脚踏车的死亡车祸，
台中市政府所咧强调的脚踏车城市，嘛因为安尼，互外界产生质疑。将配合市府各相关单位进行道路整体环境改善与检讨时并同研议。无你赶时间就达徛，你敢若骑铁马就是无赶时间，毋才会骑铁马对吧？民众无奈表示讲，伫一般的车路，定定就要和其他的车辆相争，只有家己较细腻的，根据道安资讯查询网的资料。台中市去年度脚踏车死伤有3484个人，是6都第一名，台南甲高雄排伫后壁。对此，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占台中市车路的规划有关系。借由透过这个车道瘦身的机会，来顺便修饰路型，让路口变得相对较正交，对交通安全应该是有改善的效果。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事故的原因虽然和技术有部分关联。不过，台中市的非典型路口多，建议当改造车路，照为改来规划车辆的动线开始，用整体性的规划来改善车路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定古迹西雅湾将介绍行馆到达有88年，今年初才完成修复。文字专家会勘了后，认为蒋介石这3字已经无符合这档日本时代建筑的历史意义，尾也是由文字委员会审议通过，改名改做西雅湾行馆。伫中山大学内底，这栋日本时代建筑物西雅湾蒋介石行馆到达已经88年，不过即马行馆已经改名。顶个月26由16位高雄文资委员审议这个改名案，结果全部委员拢同意，改名改做西雅湾行馆，原名做高雄观光馆。文资中心主任表示讲，经过这几档历史调查，认为蒋介石行馆这个名甲文史意义无关系。文资委员呢时阵在考虑这个建筑物应该对伊的历史性，啊，个伊的迄种故事性来两种的理由来做考量，所以同时改成高雄观光馆及到西子湾行馆。西雅湾行馆伫2004年互列为市定古迹，过去是台湾总督府纪念博览会高雄观光馆，尾仔加做蒋介石伫南部休困的所在。文资中心表示讲，中山大学伫1808年就申请要改名做西湾艺廊，因为无符合建筑历史，才无通过。去年底行馆整修了后，学校阁申请要改名，即摆文资审议会通过，毋过针对行馆改名，民众无共的想法。有的人是讲诶。为什么这个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伊改西雅湾，我感觉还可以啦，可以接受。对于观光来讲的话，就是会比较疑惑，说听到西子湾馆就不太了解，说这个地方到底在干嘛。西雅湾行馆目前由中山大学管理，若保留古早遗址啊，外观嘛修复做日本时代风貌。中山大学表示讲，未来行馆规划做艺文展演的场所，会举办讲座、展览等等，毋望会当将历史建筑在外化。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27到6月7日，要伫咧瑞士举办。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强调，美国非常支持台湾参与 WHO， 不过台湾到今拢还未收到邀请函。为了要争取到国际支持，外交部有推出宣传影片，透过新南向医卫合作计划，用实际医疗案例来讲故事，向国际社会来表达台湾是国际上的成员，台湾也是会当斗出来的。Dokter saya adalah dokter saya. Saya sangat bersyukur telah dilahirkan kembali untuk kedua kalinya di Taiwan. 这个印尼囡仔 Sherlyn 拄出世就有打倒闭锁，爱做肝移植手术。透过台湾的新南向医卫合作计划，转到台大病院手术真成功，即马已经11岁。外交部把这个故事拍出影片，要让国际知影台湾加做国际社会的成员，台湾会当斗相共。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跟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传达台湾在国际医卫合作上的卓越贡献，以及台湾能帮忙、台湾 can help 精神，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支持，共同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接纳台湾参与，使全球卫生体系更加完整完善。台湾伫2009年到2016年，拢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了后就无受邀请。今年 WHA 会议5月27举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这个月7日对外表示，美国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 Mark Lambert 顶一日来讲，是中国创港界土地合国275号国旗，这个国旗并无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en pressing UN officials to allow Taiwan to have access to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se bodies. We need to stay focused. And we can't give up. 争取国际对台湾的支持，卫福部长史瑞元初六也到苏瑞典西部的出名媒体《新荷兰日报》，呼吁国际了解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支持台湾参与 WHO 甲 WHO。咱外交部也表示，台湾都会分享愿意甲国际社会共同追求达成人类最高健康水准，这个 WHO 的目标。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北市卫生局大声宣布，对今年9月开始，除了卫福部提供予国中的查某学生会当注公费的 HPV 预防针以外呢，台北市国中2年的查甫囡仔也会当来注。男孩、女孩都保护。注人类连毒病毒 HPV 疫苗，通预防胃着 HPV 病毒。目前卫福部公费 HPV 疫苗，敢若提供予国中查某学生。台北市宣布9月开始，台北市国中2年的查甫学生，市府也提供公费9价 HPV 疫苗注射。所以这一次我们台北市增加了1600万的预算，那预计大概有1万的国中男生会受惠。那我们预计的施打比例大概可以到70%。过去 HPV 疫苗号做子宫头癌疫苗，以前互人误会，敢若甲查某人有关系。但是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不管查甫查某，一世人去喂着 HPV 的机会有8成，而且 HPV 唔但可能造成女性子宫头癌，男性也有可能因为 HPV 致使头颈癌、粪口癌这款病症。那查甫查某拢注通提升群体免疫力。男生为什么要打 HPV 疫苗？因为男女会互相传染 HPV， 你知道你生的话，这个叫做事倍功半。哦，你就是要男生女生一起打的话，才会发生群体免疫的效果。而且呢，无论男生女生都会因为 HPV 得到一些生殖器疣。专家表示，全球134个使用 HPV 疫苗的国家当中，有56个国家无分性别拢注 HPV 疫苗，大部分拢是先进国家。专家建议，咱若财政状况会使负担，要对着国际上的脚步。市府表示，接落来会开始进行 HPV 疫苗的校园卫生教育宣导，增加大众对 HPV 疫苗的认知，让台北市的各中学生受到完整的保护。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母亲节是感恩妈妈日子，爱望基金会表示，视障者目睭看袂清楚，有囝会比别人搁较辛苦。爱望基金会也伫咧母亲节进前宣布要启动服务视障母亲的课程，也希望大家做伙来关心这视障家庭需求。照顾幼婴仔原本就真辛苦，目睭看袂清楚的视障母亲，爱照顾家己一头，搁爱照顾囡仔，是爱加付出几粒倍的心力。还没有小孩之前呢，我只需要学习照顾好我自己。那在小孩出生之后的这个1年里面都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我必须要重新的学习照顾小孩和照顾家人。所以我面对到的是非常大的焦虑，还有以及顾虑到小孩的发展啊，还有安全上的问题。伫咧母亲节进前，公益团体爱望基金会宣布启动包括1对1陪入、亲子课程，佮有声册等等的服务计划，要来协助做妈妈的视障者有囝。它是从个人到家庭、家人的互动，到学习从感情面、从实务面以及整体的这个资源，能够让它完整的服务到视障妈妈。通过爱盲基金会，我学习的一些课程，我有学习了行动定向，然后还有盲用手机跟盲用电脑的课程，开始有学会一些技能，有开始找到信心。母亲节是感谢妈妈的日子，爱望基金会表示天下父母心，家长对囡仔的爱是无分目睭看有也看无。若是有人伫边仔鼓励斗3工，就会当互视障者咧摇囝的时阵更加安心嘛，提悬自信。基金会希望伫咧母亲节这个日子，大家除了感谢厝内的阿母，嘛望大众会当做伙来关心视障家庭。记者王可选台北报道。
嘉义梅山种茶米的面积是超过1000公顷，是嘉义县茶米上界大的山区。今年初因为这天气黏咪寒、黏咪热，而且个月无落雨，茶树的生长受到影响。梅山农会也体谅大家，今年比赛有延后，4月雨水来到位，也挺好是满地收成。是袂到今年来比赛偏旧年佫较济。农会门口为在社开始，都一直有茶农来交要参加比赛茶米。工作人员毋能爱一包一包登记，搁会甲这茶米送去做农药甲产地检验。茶农讲，年初天气无好，影响茶米生长。原本想讲今年可能无机会来参加比赛。因为啊，这是气候的关系，大家产期嘛延后啦。啊，延后了后，算讲会惊讲较袂赴。啊，农会嘛是算讲有提示咱农民的心声，啊，甲咱延长，啊，互咱有这个机会好继续甲咱参与咱这个比赛。农会表示，茶米拄土洪迄段时间天气无好，影响到茶米的生长。大阿里山地区原本要采收的茶，暗算减要3成到5成，是后来4月佫开始落雨，才豆豆啊，互产量佫增加转来。今年头站还是较大啦吼，啊，到尾啊雨有来，我感觉今年品质拢一般拢袂歹，啊，到尾啊来产量有佫较增加。这段时间吼，原来算讲天气吼，啊有较顺一丝啊，所以雨水有灌过来。啊，咱即届咱的茶米吼的点数，甲旧年比起来吼，啊有增加差不多200点左右啦吼。茶农指出，阿里山高山茶梅山地区的产量一年有900吨左右。今年为2月到4月这段时间，天气变化真大，同一区地形的茶米拢可能有无同的品质，地形品质好歹无一定，所以今年的比赛想要着顶，是真考验做茶的功夫。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人讲卖茶讲茶香，卖花讲花红。彰化市立图书馆邀请对茶史真有研究的作家康源来演讲，互民众对茶俗语来了解人生的道理。咱讲文章风水茶金八无归，有听过无？一句一句拢是甲茶有关系俗语。根据清代台湾文献记录，台湾为18世纪就开始种茶，发展到今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要出侪做茶、食茶相关的俗语话。中华市立图书馆邀请对茶史真有研究的作家康源来演讲，小解茶农咧讲的行仔内话。茶的俗语就是咱生活中因咧做茶的人做出来，就是讲因的生活产生的俗语。啊，所以我今仔就要介绍这，因为一般人拢唔知嘛。真茶无色，真人无吉，讲的是真正好茶，啉的是本身的好气味，唔免加透烂别项物仔。就亲像真正君子，唔免激派头。为茶米讲出人生道理，民众嘛听甲真心实。啊，今仔会真欢喜当听到那个康源老师吼来甲咱讲即个茶诗吼，茶安那啉，啊诗安那来对。我平时爱啉茶，但是不懂茶的文化，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特别来听看卖呢，了解看卖呢。康源表示，亲像南投鹿谷的当顶乌龙，有一段诗人林凤池参茶农林三显互相帮助的故事，这就是台湾茶的历史之一。伊这几年来，除了整理这资料，也创作台语茶诗，希望会当确立台湾茶的本土化，讲咱这个土地故事。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对这个月初一开始，美国芝加哥惠尼迪自然史博物馆有展览始祖者的化石标本。科学家认为讲，这个化石方发现这是真重要的，是因为伊会当证明讲这恐龙是鸟仔类的祖先。上古鸟的化石，无论是骨头或者是毛的分叶，拢完整保存伫石灰岩内底。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上古鸟的舌骨尾溜是有咬的，而且喙毋是像现处时的鸟仔喙。是像恐龙同款，而且有50起的喙齿，还佫有骹甲尾溜，尾溜是有骨头的。不过伊适应飞行各方面的构造，并毋是真完整，所以推测，就算飞敢会当飞伫较低的所在。专家认为讲，伊是伫爬行类动物甲鸟仔类之间过渡的物种，是属于出现伫侏罗纪时代的恐龙。有专家认为讲，鸟仔类是伫6600万年前，因为小行星撞到地球，造成大规模灭绝当中，落尾手挖落来一种恐龙。Archaeopteryx is the one fossil that tells us that the birds outside our window are living dinosaurs, and I think that is so cool. 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上古鸟化石，大部分拢集中伫欧洲德国的南部。初是伫1990年，去互一个乌石场的工人发现，后来就拢是私人收藏。尾啊，因为专业人士斗相共，协助收集去芝加哥惠尼迪自然史博物馆。
There's 12 specimens already. About half of them are complete, but actually, we've learned a lot of just new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he skeleton looked like. We're transforming how we interpret the skull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目前伫美国唯一一个红发现的上古鸟化石，是伫怀俄明州的树木波利斯。科学家透过研究上古鸟的化石，差不多已经会当认定所有的鸟仔类，无论是伫公园内底的粉鸟，或者是到动物园内底的徛鹅，拢是为恐龙演化来的。也若即个真罕见上古鸟化石的标本，为5月初7开始，会伫芝加哥的惠尼特自然史博物馆来展示。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3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